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喂，大哥，任务带到了，他马上就到。好的，马上下来。下来，下来！快点，快走！走！这儿不能留了，跟我走，我送你到地下车库。快！不能走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。如果让警察看到你，看到我，看到徐大力，咱们就得一窝端。楼上那些人模狗样的玩意儿，一多半都得进局子，你信吗？这里也不是一个人。你找谁啊？我袁航，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我叫他来辨认一个人。这没有让我撞的那个人，真的。四哥，我现在连更农的死活都不知道，你就让我留下来吧，别的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让步。如果你要这样，我现在就去找陆元航，我把秘密都告诉他，你信吗？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走啊，快走吧你是肇事司机啊！你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哪位是陆远飞先生？我是。陆先生，警察，是您报了警吗？是，我们抓到了肇事司机徐大力。啊！我交代，我自首，我坦白。你就是前天下午建北高速出城方向5公里车祸的肇事者啊？身份证。身份证。警察同志。是。警察同志，我有个请求，可不可以先不要把他带走？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到一边说两句吗？过来，过来。陆先生，请说吧。其实我们抓到徐大力的时候，他已经招认，这次车祸是有人指使的，就是说，他是故意杀人。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陆先生，陈小姐，你们有什么线索，不妨直说。刚我们接到的情况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们认为，指使徐大力行凶的人，就在走廊里面那些人的中间，或者是跟这些人有关的人。所以我建议，让徐大力在现场认人。现场认人。警察同志，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。指使徐大力行凶的人冒用了林乔的名字，徐大力根本就不认识林乔。林乔？行，我知道了。走吧。小李，哎，哦，
陆根龙车祸是不是有人让你干的？是。这个人你能认出来吗？能。在这些人里面吗？在。把他找出来。现在啊？为什么我马上去？哦，好。是他吗？就是。叫什么名字？林桥。对不起，林助理，您得跟我们走一趟。好。徐德利。我要问你个问题。哦。你先不要说话。林助理，我们到办公室去谈。请吧。走。林助理啊，我们打交道很长时间了。说实话，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是你干的。但现在徐大力他指证你，你有什么证据能反驳他呢？说实话，是陆根龙董事长让我伪造这起车祸的。这本来也就是生意场上的烟雾弹，是不违反任何法律的，就像拍电影做戏一样。拍电影做戏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陆根龙真的被撞成了重伤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原来找的伪造车祸现场的人，不是徐大力，而是另一个人。他只负责制造假象，是绝不会撞伤董事长的。指使徐大力的，一定另有其人。替你伪造车祸现场的这个人，你现在能找到吗？他已经不在建北了，而且不会和任何人联系，因为我知道董事长真的受伤以后，就不想再把伪造车祸现场的事情再次曝光。估计现在要找到他非常的难，不太可能。哼，林助理，这我可能帮不了你了。如果这个人不出现，我们只能先相信徐大力对你的指证。我明白，我会想办法去找到这个人的。不用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是你，是我们会找到他的。但你得跟我们走。